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几句啊农村时代历起来话甲俗语话，看到这个景，心内就产生这个体会来描写世间万行的变化。代志真理拢伫俗语内底，咱听会到。头一句咱来讲历起来话，讲放面线溜鸭，溜这个动作。袂输咱过去另外一句话咧讲软趖牵猪共款，你用软趖落去牵猪，软趖啊软趖自然就牵会来。看到人咧软趖牵猪，我讲我嘛放一个面线来溜鸭咧。谁知影讲吼，面线共款甲趖仔共款长长，结果放出去，你哪放哪溜鸭，就哪甲你食了了啊你。所以放面线溜鸭，俗语话讲叫做准了的啊，剩饭要了的就对啊啦。讲到这。真侪朋友讲国情啊，我知啊，阁有另外一句，无毋对。原来老辈农村时代人咧说的，迄狗伫咧吠，伫咧街。你牙棍啊，甲讲你用啥？手边拄啊有菜瓜，一条菜瓜牙起来要甲讲，哇！顶句或者菜瓜讲狗，历起来话下句要互你接啥？菜瓜讲狗就气一过啊，因为吼狗一人对菜瓜甲挾咯，挾咧走啊。讲伊袂行，阁互伊有菜瓜通食，安尼叫做菜瓜讲狗气一过。国情啊，啊今日咱拢专门咧讲即个家己准了的、假了的、气一过的俗语啊。因为咱知影讲吼，有足侪人吼，世面袂晓看，家己吼掠一尾糖来后壁面伫咧咬。国情啊，讲你着听有啦吼。毋则要招你探讨啊，阁有另外一句俗语，这无顶句接袂句的，这直破讲的，农村时代咧讲的。讲咱兜饲鸭、饲狗啊、饲鸡，原来有人饲牛有牛条，偏偏迄款人伊就请贼顾牛条。当然啦，你毋知影讲伊是贼啦，无人会做即个工课啦。但是真正你知影伊贼的时阵吼，牛条迄只牛已经互砍去啊，后悔已经袂赴啊啦。嗰种头拄我伫咧讲的啦，家己找麻烦，家己惹麻烦啦，请一个贼来顾咱的牛条，做即个工课是要创啥？毋则讲农村时代，嗰种头拄我整理出来，这历起来话，这俗语话，共款拢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用生活中的动物啊，鸡啊、狗啊、牛伫咧比拼。事实毋是要讲这动物的代志，真正嘛是咧讲世间种种形形色色变化的真理。